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11月初5早起新闻，我是朱永晓。咱先来关心新北警方伫淡水抓到一个用找头路怪人，佮甲人关起来凌迟的诈骗集团，是救出26个受害者。伫初三，佮伫桃园中立的另外一个据点抓到8个嫌犯，救出32个人。不过伫中立遮有3个人互凌迟到死，尸体佮互拼伫荒郊野外。上新的消息是，警方已经透明伫桃园的龟山抓到这个35岁的主要嫌犯。救出互人关在淡水新市镇的16个被害者了后，新北市刑大佮追查，透过科技监视技术，发现台版的甘朴仔诈欺集团伫桃园中立区清风路了过另外一个怪人的据点。有没有出入比较奇怪的人？有一些印象都是年轻人，他们就一直出入入，都是一两个人这样。你会担心？是昨天看新闻才知道的，因为这个我们是新的大楼，所以我觉得他们有可能是趁这个机会，因为人出入的也少，也不容易被察觉有什么异样。警方过离社区监视器佮调阅出入住户，掌握具体事情，破门搜查。伫初三暗时，抓到现场的嫌犯等8人，佮救出被害者。年岁差不多伫21到49岁之间，相当关40外公，有的互人凌迟到全身拢是伤。就是说，凌虐求职者有打人吗？警方伫现场查到棍仔、电击棒、手铐这刑具。暗午清早发现有35个人被关，现场只有32个人。追查才知影，有3人已经被凌迟死亡去世。3名被拘禁人在被拘禁的期间之内死亡。我们在桃园龟山的一个陡坡里面有发现其中2具尸体，我们身份还在厘清当中。这件怪人案件前后伫淡水甲桃园，总共查到16个嫌犯，被害者有61人。检警咧全力追查犯罪金流甲其他共犯。记者综合报道。警察大学的校长陈德文5年前捌甲殴打出入私人的招待所，这件代志爆出来了后，内政部长徐国勇也下令政风处爱调查。陈德文伊是表示，伊是为着要收集统一促进党总裁白龙张安乐的情报，才有这个聚会。画面中白色的车停伫一栋高级主题外，后座行落来一个人，详细看是现任警察大学校长陈德文。对伫后壁行入去高级主题，较早是天道明角头大的北港入去假球案某集团姓林的董事长，也甲姓林当店业者。迄个时阵迎接因的是私人招待所的女干部，也有好亲像坐台的查某囡仔。这是陈德文5年前担任警政署警政委员的时阵一届参会，测试互经立委甲媒体公开，也引起讨论。在那个时间的时候，他是在澳门经营赌场嘛，他在台湾没有事业。我当刑警的，当然以前就认识他了，就收集一些情资嘛。我就主动透过朋友，看他有没有在国内，我想了解一下海外这些资金的问题，他就约他见面。现在部里面要有静候调查了。过一年特别退休的陈德文讲，迄个时阵受命收集统促党总裁白龙张安乐的证据，想要了解国外资金安怎汇入台湾的情形，唔知甲姓林的董事长等人见面。当时刑事局的同仁原来有参加这个任务，不过内政部长徐国勇知影这件代志了后，下令政风处铁查，要查清楚案情。行政院长苏贞昌嘛支持铁查。部长在今天收到这个讯息之后。那已经在第一时间就立即指示交由部的政风处来彻查，先看政风处调查的状况。那因为这个也是在媒体的这个相关讯息的报道等等。记者打电话予姓林的董事长，原本无接电话，后来变做语音信箱。张安乐是无接电话，但是这届选战，绿营针对新北市长侯友宜的朴素学位一直攻击，捌发声明为侯友宜背回的警代，后来予警代校长陈德文否认，予咱赢批评是绿营的拍手，甚至因为安尼叫人公开这个资料，陈德文无做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这2日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北部、东北部佮东部的天气较凉。气象局早起是针对宜兰发布大雨特报，咱来看分图。今仔日受到东北风的影响，暗时清早各地气温是19度到21度，桃园以北、宜兰甲花莲拢是凉凉佮淡淡的天气，其他所在高温有到25度以上，暝含日的温度差较济。落雨方面，桃园以北佮东半部规日拢可能有短暂雨，
气象局也针对宜兰发布大雨特报。另外，沿海甲外岛熬透9级到10级的强风，乡亲得要注意。食药署昨日公布讲，高端疫苗的保护力的审查结果，确认民众若住过3档，对中重症佮有死亡的保护力拢有到90%，敢若比 BNT 减少看尔。专家会议拢决议讲通过审查。不过，指挥官王必胜是表示，高端疫苗已经完成阶段性的任务，目前也有40万档的库存，会伫这个月16到期。初三暗时是由4召开高端疫苗保护效益专家会议，会中14个专家全部通过确认高端有良好的保护效益。根据资料显示，另一部分年纪保护中重症自3期 AZ 疫苗的效率是65.9%，3期莫德纳87.4%，3期 BNT 95.8%，3期高端91.4%。伫保护死亡部分，3期高端的效率达到90%，敢若输 BNT。主要是针对从110年的3月到这个资料到110年9月、10月开始，我们就有次世代疫苗的这个开始施打。经过专家审核之后，14:0，证明它有这个良好的这个保护力。在疫情期间，它提供了部分的国人很良好的这个保护力，也完成了这个阶段性的任务。王必胜表示，为数据拢证明政府甲指挥中心鼓励厂商开发国产疫苗政策方向是正确的。按国前国建署长柯淑媞，这支高端违反国际规范，无做3期随机分派临床试验，甲个人当作变鸟器，毋但无科学，嘛违反人权，甲全民当作叛逆。你到了选前，你突然决定你们要来开一个会，全部给他背书盖章，但是有改变我们国人去日本必须做 PCR， 要不就要补打的这个事实嘛，没有改变什么，什么都没有改变，全世界都没有因为这10几个橡皮图章而改变任何事情。国内测试新增加27,547例本土，74例死亡，7个县市的确诊超过上千例。指挥中心表示，甲顶礼拜5比起来，确诊的个案减少20%。目前国内疫情向稳定降低好的方向行。记者综合报道。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报纸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一个台湾的诈骗嫌犯，原底要对波兰送去中国，伊的律师搁波兰违反澳洲人权公约。后来法官认为讲，若送去中国，可能会互领地，裁决波兰袂当甲这个台湾犯人送中国。波兰当局若无继续上诉，裁决生效3个月了后，这个嫌犯就会互放出来。所以来咱来看《自由时报》。为一场台北市长选举电视辩论会，由三立新闻台甲 TVBS 新闻台做伙办，下晡会伫台北国际会议中心起稿。台市长蒋万安、黄珊珊最近也减少行程来练习辩论，希望会当用表现吸引支持。落尾是看联合报，新竹的选情也是真尴尬，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今暗要替国民党的候选人林经仁来做讲。民进党台北市长的候选人陈时中，明仔载暗时也要替民进党的候选人辛惠虹来徛台。韩国瑜甲陈时中来助选，到底是好无？高虹安表示相信选民家己有判断。咱来看2025年的世界博览会伫日本大阪举行，咱说是无法度用台湾还是 Formosa 的名义，敢若会当用玉山数位科技来报名。国民党团就批评讲，政府也20亿来参加，煞损害国家的尊严，要求外交部长吴钊燮驻日代表谢长廷就要负责。日本大阪世界博览会2025年登场，台湾要编列20亿参加，却因为毋是国际展览局会员，可能用企业形式来参加。不止台湾2字被消失，就连 Formosa 名字也袂使，会冠名玉山数位科技株式会社。行政长苏清昌表示，台湾国际处境困难，和中国打压，伊愿争取互世界看到台湾。我们能够争取到这样，让我们先被看见，让我们先存在，让我们就会渐渐越来越有路，越宽广。不要在还没有达到100分
就是拼命的打击，拼命的泼冷水。我们确实没有办法用国家来参加，那一定是要用民间的公司来申请。苏贞昌发声朝野团结一致，王美花承诺会互中管呈现更较侪台湾意向。不过，国民党团指出，马政府时期参加2010上海世博会，有冒险用民间身份参加，10亿经费来自民间募款，用台湾馆的名义。批评蔡政府也20亿糟蹋国家，连首都台北拢无法度使用。点名外交部长吴钊燮，驻日代表谢中廷爱负起上大的责任。你用玉山怎么去增加台湾的国际能见度啊？保台保到哪里去了？爱台爱到哪里去了？台湾没有，中华民国没有，连台北都没有。台湾不是国际展览局的一员啊，那当然我们要争取哈，就是在里面能够用台湾的名义。日前立委是认为台湾名义无用阮退让，若争取失败，建议莫参加。另外，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批评苏家纯暂报桃园工程无讲清楚，苏贞昌反对批评张善政为被继续早期的党做门神，家己应该解说清楚，唔通外流，也唔通人身攻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消息，德国举行 G7 七国集团的外交部长会议，蔡时是发表声明，讲因对一个中国等基本立场无改变，不过呼吁和平解决台海的问题。另外，乌克兰和罗西亚的战争也未收煞 ，G7 要启动寡人的援助计划，帮助乌克兰的人民来渡冬。举行2天的 G7 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伫咧德国西部的明斯特召开。伫咧联合声明中表示 ，G7 集团的成员伫台湾的问题基本立场无改变，包括一个中国政策，也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The G7 stands together in defense of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so that all nations can choose their path, free from intimidation, coercion, or unfair trade practices. We reaffirmed our abiding interest in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our strong opposition to any unilateral changes to the status quo. G7 的外长也讲到俄乌战争，俄罗斯无负责任的核言论未被接受，因为俄国正伫咧继续攻击乌克兰电网等基础设施，至少3成的电力设备被战火破坏。G7 将会共同启动冬季援助计划，帮助乌克兰的民众度过冬天。英国外相讲，普京正想要透过对乌克兰提出无根据的指控，来转移战场上的失败。也强调英国会甲 G7 国家只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并且确保乌克兰的谷物自乌海出口。We will continue working with our international partners to ensure that those grain exports come out of the Black Sea, to ensure that fertilizer exports get to the people that need that support to feed themselves. So we will support the Ukrainians and also the world's poor to make sure they don't slip further into food insecurity because of Russia's actions. 伫会场外口有伊朗的民众示威，呼吁 G7 集团成员国家向伊朗施加压力。担任轮值主席的德国外长伫会后讲，因为伊朗最近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 ，G7 已经协调对伊朗进一步的制裁措施。公司新闻郑伟林将建功编译。德国总理肖兹昨访问中国北京，伊是中国20代了后头一个去访问的欧洲头人。习近平见面时也讲到，中国甲德国拢是有影响力的大国，伫世界乱的时阵，就愈爱合作。肖兹也鼓励两国之间的经济交流。你好，我们照个相。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咧接见来访嘅德国总理肖兹时阵，看起来心情正好，因为肖兹唔那是已经发生3年外来第一位到访嘅欧盟领袖，也是20代了第一位中国正重视。习近平强调，中德作为有影响力嘅大国家，伫咧变局甲乱局时阵应该合作，为世界和平甲发展做贡献。只要秉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交流互鉴、合作共赢原则，两国关系的大方向就不会偏离。Insofern ist es gut, dass wir einen ganz intensiven Austausch hier haben werden über alle Fragen, die wir miteinander besprechen wollen und können, auch was unsere bilateralen Beziehungen betrifft und die Möglichkeiten, die wirtschaftlichen Beziehungen weiterzuentwickeln.
今年是中德建交50年，小资这边带德国企业高层访问中国，有真侪质疑的声音。虽然小资伫咧出发进前强调人权、大海是伊一定会担的问题，袂会骗。严过也讲，德中的关系袂用脱钩，或者认为小资放出加强经贸合作的信息，受到俄战争的影响，德国的对中政策也会改变。我认为德国恐怕会慢慢修正路线，回到一个类梅克尔路线的中国政策。中国也会试着以德国为跳板重新和欧洲去调整跟修补疫情这个毁损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王志成也分析，中国20代了伫咧外交上一直放出甲国际合作的信息，伫咧甲美国竞争的同时，也转向接触周边的国家。再加上俄战争的影响，自小资来访就能看出正积极稳定甲欧盟的关系。德国将会是第一个突破点。记者综合报道。这礼拜是美国期中选举投票进程最后一个礼拜时啊，各地造势也是直直吹落去。前总统奥巴马甲 Trump 分别为因的党拼性命助选，而且 Trump 也暗示讲，伊可能会出来选2024年的总统。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车三到亚利桑那州红红城为期中选举造势。面对后川普时代右派势力政变、提囡仔权、民权甲同志权面临到退路的威胁，奥巴马提醒选民，这摆期中选举关系民主体制存亡。When true democracy goes away, people get hurt. It has real life consequences. 这回明显是针对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先生，互人攻击受伤的代志提醒选民，民主无简单，爱用选票全力捍卫。为了替民主党伫期中选举股票，奥巴马访问关键州威斯康辛、密西根、加乔治亚州，周末要去一级战区宾州。And now, in order to make our country successful and safe and glorious, I will very, very, very probably do it again, okay? Very, very, very. 车三伫爱荷华造势现场，川普亲像挑战同款，讲几摆非常可能，而控制四个挑战北京大会的企图真明显。虽然有行司法调查，川普依然积极为共和党辅选。川普先用推特左右言论方向，去年鼓动支持者冲入攻占国会大楼，和推特永久封锁效果。不过川普的群众比例并不减少。CNN 民调显示，有51%派选民上关心经济甲通膨问题，是左右投票意向的主要因素。总统拜登的施政满意度伫40%左右，民主党要摕参议院甲众议两党多数挑战犹原是真济。5 days to go, and until the most important elections in our lifetime, and that's not hyperbole. It's going to shape what the next two generations look like. 纽约州的选情也真热，车三前国务卿希拉蕊甲副总统贺锦丽拢到纽约造势场合，为现任民主党州长霍克尔的选情做最后助攻。霍克尔民调虽然领先共和党候选人泽尔丁，不过对手一直拍治安基地，互差距为2位数已经减少到个位数。公司新闻张小芬评价。世界棒球经典赛组别 A 预赛，每年3月初8到3月10日，伫台中的洲际棒球场起鼓。不过，即马票价互人嫌伤贵，特别内野区得爱3200。相办的公司表示，经典赛是所有的棒球比赛当中级数上悬、上开钱的比赛，权利金和英国比是起码1倍，所以这票价贵是考量成本。甲国旗披喺身躯顶，大声喊中华队加油！2013世界棒球经典赛比做一赛伫台中洲际棒球场举行，请一大堆民众入场来加油。过10年，台中洲际球场搁一摆列做比赛场地，希望热潮搁出现，但是即摆中华队4场拢是主场，票价较悬，顶摆500块的外野，即摆是1000，内野3200嘛贵1200。当然，有的人他负担得起，或他愿意花这个钱嘛。但是如果以我们的话，我们觉得太贵了啦。摕到承办权的汉创公司讲，伫台湾办国际赛场馆伤少，就这球场坐满嘛，干那2万，票价收入无其他的赛区较济，因为是大联盟主办等级上悬的比赛，场地和外队的正大拢爱比较大联盟。跟其他各个国家比较，台湾的场地并没有像其他这些已经发展的那么好的，就是职棒联盟有这么好的场地，所以对于台湾要办国际赛这件事情，它所要付出的代价其实相对的来讲会比较高。
汉聪强调，因为成本的考虑来定票价，整体票价是比2019世界12强的比赛加14%，上贵3200个内野争牌，票量敢若占比赛的9%尔，2600个内野后排是占全场比赛的21%，2000块的门票上济是占全场比赛的45%。也是可以啦，自己国家就是也是要支持吧。如果喜欢的话，你去看演唱会，你不是如果假设看到喜欢的，你也会就是去支持吧。经典赛的预赛是过10年伫台湾办，票拢还未开始卖，都因为伤贵引起讨论。但是嘛有球迷讲，敢要入场是要揽偌济钱来看比赛，真正想要替中华队来加油，嘛是拢爱看个人的选择。记者综合报道。在1月19是世界变数日。代替着专工邀请伫日本有变数诊断师证照的专家来台湾，示范安怎用科学仪器来检查变数的清气甲垃圾的程度。提出来是件深入去尿道内底，发现内底是尿胶的线，因此研判爱使用盐酸来清洁。另外，包括通风口的风量，也有变数的光度，拢有一定的标准。代替请来有日本第一变数诊断师证照的清洁专家来为变数体检。人間の骨と同じような塊ができる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うものがないかどうかとか、バイオフィルムっていうですね、微生物のその巣みたいなものができたりするんです。代替特别选伫咧3T 的新乌日站举办示范会，中部各站拢派人到现场观摩，民众也感觉代替的公共变数确实有改进的必要。可以做个免治马桶吧。地上还是会有水啊，还是比如说男生的话，可能就是尿汁还是会有了。代替强调，以往清洁变数拢是由外包厂商用目睭看的方式判断是毋是有清气，各站拢会产生落差。希望引进日本专业的检检制度，建立清洁的 SOP， 把整个哪里有缺失或要改善的部分包括硬体或者是其他清洁的一个程度的改善的话，都可以用一个比较科学的方式去把它处理。代替规划先以台中运务段以下的车站来试办，若是成果袂歹，会慢慢推行到全国，以数据化的科学管理，改变旅客对代替公共变数的印象。记者台中报道。外来种气候伫日月潭是大生团，危害到咱的原生种。这个南投县府和市民拢有咧合作掠一寡气候，就像今年已经掠到1万多只，而且最近佫用上新的科技设备。透过成坡找出气候形状。外来种气候伫日月潭出现规定找只气球，电脑仪器一落水，气阵向拍线，规过程拢互水下成立监视画面全程掌握。南投县政府风地气候今年引进新科技设备，会当有效掌握气阵的动向。常常导致说我们在作业的时候它跑掉了，它跑掉之后，我们可能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再去做搜寻。那如果我们有这个声呐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声呐去判断说这个鱼球还在不在那个区域，可以减少很多我们那个在搜寻的时间。气候上大尾的大cá1.3米，24公斤重。气候风地伫国内并无制定标准流程，嘛无收购机制。南投县农业处预算有限，当年敢来当地气球出现的时阵用电的，限制气候的生态，保护日月潭其他原生鱼类。当地配合电鱼的渔民表示，水下成立有助掌握岸边复杂的地形，互比起来气候嘛厉害着。障碍物里面是否有躲鱼虎球？有这个功能之后，测扫到了，那我们就可以开始用眼睛更注意，就是去看一下这个地方测扫到鱼虎球的这个踪迹的地方，是不是鱼虎球躲在里面。县政府是讲，去年电34000尾鱼虎，今年累积到即马11000尾，初步会当看到风地的效果。即马进入冬季，鱼虎的活动力有较差，不过也是会持续利用科技装备监视鱼虎，建立长时间的生态资料库。记者综合报道。咱做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资料。对家人到新竹。是20度到24度，对苗栗到云林是20度到28度，
对家己到屏东是20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是19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是17度到24度。接下来，阁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朱永晓，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